面部狂爆暗瘡咩原因呢？點樣解救呢？中醫認為暗瘡係由腎陰不足、上火過旺引起。由於腎水唔夠，水不能制火，導致虛火上浮於面，面部咧就暗瘡頻頻發作啦。點樣去解救呢？首先要避免以下嘅不良習慣：瞓得少、諗得多、壓力大、喜歡食煎炸燒烤嘅食物。晚上又唔瞓覺，白天又飲水少，之後咧仲可以用以下嘅3味中藥滋陰降火，暗瘡就冇得發作啦。呢3味中藥有漢連草、雷精子、生地，各15克。如果有濕氣嘅體質咧，就去咗濕先至再服用嘅。